台东县的本色文化场去年整修已经正式启用，这几天传出讲，今仔开始要进行维修，要停烧1个月本色。本色要先蹲伫建农里的本色掩埋场。也毋过里长是真不满，讲真慢才收到通知哦，早起嘛去议会订情。外界嘛质疑讲，敢是焚化炉有故障咧？也毋过台东县的环保局是表示讲，这是固定的维修，未来会提前来公告。台东县政府开19亿6000万，甲本色焚化厂买回来，拢总有2个焚化炉。去年更新整修，即嘛重新启用。毋过才正式启用年外，即嘛传出15，2个炉拢要年度维修，暂停烧本色。所以台东县的本色就要放伫台东市建农里的本色放台场。等礼拜5才通知当地里长，后里长是感觉真无受尊重，再去里长去县议会申请，请议会查明这到底是啥物情形。原来我们的焚化炉停修或税修的时候，竟然没有任何配套措施，他们也没有任何计划可以告诉我们这些基层。这段时间的焚化炉时常出现超标的情况，然后那是不是因为焚化炉的部分超标，所以不得已他必须要赶快的去做相关的税修动作？去年12月，台东县本色焚化厂才传出空气污染监测的空板故障，看无监测的资料，防治期是误伤作业，即嘛佫传出要年度维修。互外界质疑讲，焚化炉的设备敢是出问题？毋过台东县环保局表示，焚化炉年度维修早就安排好势，去年每一个炉拢已经有年度维修1届，这届维修的是共用的设备，所以需要2个炉拢暂停烧本色。除了这2个炉之外，我们还是有共用设备哈，就是共同的管路。那我们必须趁这个时间停下来做这些设备的维护哈。环保局表示，焚化厂内底也有放本色的空间，会当暂时放1200多吨的本色。不过焚化炉暂停烧1个月，全县的本色会有3600多吨需要暂时放咧。不过若放伫台东市本色放台场，一个无细致，佫会造成污染，而且甲当初县府答应的讲启用焚化厂本色放台场的本色拢会清走，才会讲法无共款。环保局嘛表示，会佫协调本色安置的所在，未来嘛会提早公告焚化炉年度维修的时程，互县民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